最近收到不少新入坑的粉丝说，人和手转起来听不到那灵魂的咔嗒开甲声，钢珠根本甩不出去。别急，这不是产品坏了，也不是你力气太小，可能只是发力的技巧还没有找对。在设计圆和鼠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做一道物理的平衡题，磁力太强，钢珠很难才能甩得出去；磁力太弱，转速慢一点，钢珠就回不来了，没了那个收拢的反馈。现在的磁力设定是经过多次调教的黄金平衡点，只需要一点点巧劲就能完美的触发。来教大家一招压弹法，这也是我自己独创的。我们可以把动作拆解成2步，第一步不是推，而是压。先用指腹垂直的向下用力按住陀螺的边缘，想象着你正按着一个弹簧，给手指和陀螺之间建立足够的摩擦力。第二步，积攒势能，瞬间释放，保持这个向下按压的力，然后手指快速的向后滑出。这时候你的手指因为之前的按压会有一个绷紧的状态，当摩擦力释放的那一瞬间，手指就会像弹弓一样把弹簧给弹出去，钢珠就啪的一声就甩开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使用中指进行相同的操作，但要注意的是，用力的时候可不要磕碰到指甲了。OK，废话不多说，更多乐趣留给你自己去发掘吧。